根据台大教授上新的研究，高温恐惊会造成慢性的腰子病，而且因为暖化，健康风险会对咧提悬。学者就建议讲，咱应该扩大热危害工课认定，定出保护措施，降低对劳工的伤害。日头赤影影，长期伫高温的环境做工课的族群要注意。台湾大学环境甲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所研究指出，伤热有可能造成着慢性腰子病的几率增加。研究团队以中华的农民做调查，发现温度每升高1度，农民着慢性腰子病的几率就提高22%。也若即马暖化造成全球升温，互更较侪工课成做高温的工作环境，所以学者呼吁台湾的法规应该扩大热危害作业的范围，保护更较侪做事人。在台湾的法规里面，我们会呼吁，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扩大去解释那个热危害作业，不应该局限在那种钢铁厂那种很传统的产业。像我们一般的营建工人啊，或者农民，我们更应该增加他们的一些保护的措施。一般来讲，慢性的腰子病定看到的是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原因造成。但研究的结果发现，亲像做田人、工地做事人，以及长时间穿着防护衫的医护人员等等，就算无高血压、糖尿病，但因为长期踮伫咧高温的环境，受到热危害的几率是比其他人高。新竹台大病院家医科的医师指出，非传统的腰子病伫咧临床上确实真歹诊断，所以民众若是因为天气热、温度高，感觉无爽快，上好先离开高温的环境，补充水分来降低高温对健康的危害。只要是避免热伤害的话，我们都有2个层面，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要避免核心体温的上升，那就是可能工作一段时间需要休息了，就是要避开这个热的环境。那第2个就是说要补充水分，要这个避免这个脱水的风险这样子。不过医生嘛建议水分的补充应该避免甜的凉的。专家讲，研究结果指出，有糖的饮料会对腰子的功能造成更较大的危害。白滚水或者是无糖的仙草，会是更较好的选择。记者王可选、柯明在台北报道。